中間。好，跟住轉下呢邊。好，再轉一轉呢邊。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睇熱辣新聞。如果你中意我哋嘅內容，記得俾個 like 同埋撳個鐘仔訂閱我哋頻道。今日係2026年7月20號星期一。近排各大電台嘅歌曲榜真係好有話題性，特別係商台903嘅專業推介。嚴明熙同康提都曾經雙雙攞到2首叱咤冠軍歌，表面上兩人平分秋色，好似勢均力敵咁。但係只要你細心諗下，再睇埋大眾反應、現場實力同個人發展，大家心裏面其實都有把尺。講到嚴明熙，最近真係氣勢如虹，佢將會獲邀出席7月喺銀河綜藝館舉行嘅陳輝陽作品演唱會，同音樂大師陳輝陽合作，仲會同歌神陳奕迅、天后容祖兒同台演出。陳輝陽嘅歌係好多香港人嘅青春回憶，可以獲邀上到前輩嘅作品展，同歌神級人馬一齊登台。呢啲絕對唔係單靠包裝或者運氣就做得到，呢個係樂壇大師同頂級歌手對嚴明熙歌唱實力嘅絕對肯定。此外，商台8月邀請咗有天籟之音嘅衛蘭同嚴明熙一齊合作搞他和他的秘密嘅拉闊音樂會。衛蘭係公認嘅實力級唱將，嚴明熙亦係公認嘅天才型歌手，兩個人強大聯手，令人期待。更重要嘅係，相信有呢個拉闊音樂會，商台903喺7月到9月期間，勢必會全天候強力播放嚴明熙嘅歌曲，呢個簡直係為佢嘅叱咤女歌手播放率注入咗最猛烈嘅催化劑。而嚴明熙嘅新歌《Colors in the Air》原色就強勢攞咗佢今年第2個叱咤冠軍，連同之前嘅《風女》，正式喺商台2度稱冠。加上呢首歌之前喺港台中文歌曲龍虎榜都稱霸過，成功解鎖咗2台冠軍歌嘅榮譽。而另一位同樣係差不多年紀，係上年出道嘅星2代康提，佢今年都有2首叱咤冠軍歌，兩個人暫時平手。但係只要睇埋其他跨台嘅歌曲榜，同埋大眾嘅普及度，就會明白嚴明熙嘅歌曲喺普及度同認可度方面明顯高出幾個層次。商台叱咤女歌手嘅金銀銅獎機制上係純粹睇903電台嘅播放率，電台就好似控制器咁，只要商台 DJ 願意捧，播放次數就可以無限疊加。但係如果講到全港市民一人一票選出嚟嘅我最喜愛的女歌手，遊戲規則就完全唔同啦。呢個係完全睇民意同觀眾支持度。喺呢個賽道上面，嚴明熙嘅勝算絕對係明顯壓倒康提。嚴明熙有龐大而且極之忠誠嘅歌迷會，呢班歌迷無論係投票定係應援，執行力都係極之高。加上嚴明熙近排轉投新唱片公司，仲成立咗個人工作室，展現出喺同齡人身上好罕見嘅獨立同事業心。佢面對轉會同外界高壓，從來冇佢嘅家人出嚟擋槍，反而係默默用一個又一個無瑕嘅 live 舞台嚟征服聽眾。呢種憑實力自力更生，對音樂敬業樂業嘅態度，深深打動咗廣大嘅香港市民。反觀康提，雖然手握2首叱咤冠軍歌，但係大眾對佢嘅質疑聲音從來冇停過。康提自從出道以嚟，除咗出咗幾首單曲同拍客廣告之外，公開嘅現場 live 表演經常俾普羅大眾同埋資深音樂人批評欠缺水準。日前康提母親徐浩瑩就出嚟為女兒護航，仲回應傳媒話自己日打3份工，又要做形象管理，又照顧屋企人，仲笑言自己跟出跟入係因為女兒要求，唔係自己唔放心。至於女兒被批評唱歌難聽，徐浩瑩表示女兒要有經歷先可以進步。對於個女嘅成長同埋事業發展，佢採取放手同埋鼓勵嘅態度，認為必須要經歷磨練先可以逐步成長。呢番說話雖然展現咗母女情深，但係喺大眾眼中反而加深咗康提唔獨立、成個巨嬰嘅印象。一個已經20幾歲嘅成年人入咗樂壇做歌手，造型形象要由母親一手包辦，公開回應傳媒又係要母親代勞，
連去活動都要母親跟出跟入。更加誇張嘅係，連私生活同識男朋友都要由佢父親陳奕迅喺中間牽紅線，介紹香港網球好手黃澤林俾佢識。咁樣嘅生活同事業模式，完全係喺父母鋪好嘅人脈網絡入面成長。其實陳奕迅喺樂壇打滾咗咁多年，點會唔明白喺樂壇站穩陣腳需要付出幾多汗水同努力？陳奕迅仲喺女兒呢個黃金發展期介紹黃澤林俾個女，令佢哋發展成為情侶。有理由懷疑係陳奕迅心裏面都非常明白，女兒入樂壇只係當成一種人生體驗同遊戲，完全唔需要太認真，亦唔需要好似普通歌手咁辛苦去拼搏。因為康提根本唔需要靠唱歌養家或者證明自己，佢有全香港最頂級嘅家庭資源做後盾。樂壇對佢嚟講只係遊樂場，純粹參與。雖然當年陳奕迅都係一邊拍拖一邊發展事業，但佢同女兒嘅情況有好大分別。陳奕迅係公認嘅實力派歌手，唱功紮實，情感演繹到位。樂迷買飛係為咗聽歌，對事業毫無影響。相反，康提暫時未展現出同等級數嘅實力，加上女仔拍拖之後，好大機會變得無心戀戰。投入到成疑，而且對樂迷嚟講，一旦知道自己喜歡嘅歌手拍拖，連基本嘅幻想空間都冇埋。呢種現實化對一個欠缺實力基礎嘅新人嚟講係致命打擊。反觀嚴明熙，佢選擇唔拍拖，全力以赴喺樂壇發展。佢本身又係實力派唱將，歌迷對佢嘅 fantasy 自然倍增，令佢嘅星途更顯專注而有力。係嚴明熙同康提嘅工作量方面，娛樂圈係非常現實，主辦單位同大眾嘅眼睛係雪亮嘅。嚴明熙嘅努力得到各大主辦單位邀請演出，好似早前嘅銀河綜藝館同埋亞洲博覽會搞大型演唱會，就係因為知道嚴明熙有實力及號召力而邀請撐場。反觀康提缺乏現場 live 能力，唱功又備受質疑，工作機會自然唔多。大眾亦好難將佢視為一個真正嘅獨立歌手，難怪喺大眾心目中，康提只係一個喺娛樂圈體驗生活嘅星二代。商台嘅播放率機制或者可以俾佢名義上嘅冠軍歌，但係大眾嘅尊重同我最喜愛嘅票數，係任何電台機制或者星二代背景都好難控制到。喺嚟緊嘅叱咤我最喜愛的女歌手投票入面，嚴明熙憑着紮實嘅唱功、獨立打拼嘅專業態度同埋死忠歌迷嘅支持，進入三甲嘅機會絕對係遠遠高過康提。呢場對決不單止係數據嘅競爭，更加係職人精神同溫室花朵嘅對比。大家睇下，嚴明熙當初選秀出道，細個就要面對全香港娛樂新聞同傳媒嘅放大鏡。佢由一開始連講嘢都有些少怕醜，到後嚟喺舞台上每一次唱 live 都可以穩如泰山。呢啲成績背後，佢到底練咗幾多次歌，流咗幾多汗水，大眾係完全明白。特別係佢選擇成立個人工作室呢一步，喺呢個咁高壓、咁複雜嘅娛樂圈環境入面，一個年輕女歌手要自己出嚟掌舵，去面對營運同各種商業決定，呢種勇氣同責任感喺同齡歌手入面絕對罕見。相反，康提嘅情況有強大嘅家庭背景，入行自然事半功倍。一出道就有頂級嘅填詞人幫佢寫歌，又有唱片公司及商台幫佢力谷，甚至大型連鎖快餐店嘅廣告宣傳。呢啲資源係好多新人嚟講，可能要熬10幾年都未必爭取得到。但係康提橫空出世就擁有一切，呢個係佢嘅幸運，但同時亦係佢最大嘅絆腳石。再加上私生活方面嘅新聞，幾乎全面蓋過咗佢喺音樂上面嘅表現。大家打開社交媒體或者娛樂新聞，見到康提嘅話題，10次有9次都係同拍拖、同時尚穿搭，或者同佢父母嘅新聞有關。每次佢上新聞，大眾討論嘅都係佢嘅感情同富貴生活。當一個歌手嘅生活焦點永遠放喺拍拖同娛樂上面，大眾自然好難將佢視為一個認真對待音樂嘅專業藝人。但係從一個職業歌手嘅角度嚟睇，呢種過度保護同隨意嘅態度，就注定咗康提喺音樂道路上面難有大成就。
因為樂壇係一個非常殘酷嘅競技場，冇經過烈火訓練嘅歌聲係冇法真正打動人心嘅。康提將音樂當成興趣同體驗，而嚴明熙就將音樂當成終身追求嘅事業。呢兩種截然不同嘅心態，決定咗佢哋喺舞台上面展現出嚟嘅氣場同感染力，完全唔喺同一個層次。每當嚴明熙企喺大型舞台上面，無論係面對幾多萬個觀眾，佢眼神入面透露出嚟嗰份堅定，嗰份對舞台嘅掌控力，都係經過無數次實戰返嚟㗎。嚟緊佢將會同陳奕迅、容祖兒同台演出，同衛蘭合唱，呢啲高難度嘅 live 考驗，就好似高強度嘅職業聯賽一樣，逼住佢不斷進化、不斷進步。而康提缺少咗呢啲高強度嘅實戰考驗，正如佢母親所講，必須要經歷磨練先可以進步。而家康提正正缺乏磨練，就好似一直喺溫室入面打友誼賽咁，自然無法培養出能夠獨當一面嘅大將之風。仲有唔夠半年時間，又到咗各大頒獎禮。商台903嘅播放率機制雖然可以喺平時嘅排行榜上面透過 DJ 嘅播放喜好，令到康提創造出2首冠軍歌嘅靚仔數據，甚至喺表面上製造出一種同嚴明熙平分秋色嘅情況。但係只要去到一人一票嘅投票環節，電台嘅數據就再冇法掩蓋真實嘅民意。全港嘅樂迷喺投票嘅時候，心裏面都非常清楚自己想要支持一個點樣嘅歌手。大家想要支持嘅係一個每日喺錄音室同舞台上面拼盡全力，用實力為香港樂壇爭光嘅嚴明熙，定係一個有家人跟出跟入護航，經常有拍拖新聞嘅星二代康提？答案就快揭曉。相信嚴明熙喺叱咤樂壇我最喜愛的女歌手賽道上面，會有龐大嘅死忠歌迷團體每日配合作戰，積極拉票，仲有廣大嘅普通路人觀眾對佢嘅實力同態度表示認同。呢種跨越唔同階層、唔同年齡層嘅強大民意基礎，係康提難以比擬嘅。康提現階段缺乏一批死忠歌迷嘅投票部隊。普通聽眾亦只係將佢當成新聞人物嚟睇，喺全港公投嘅戰場上面，佢要闖入三甲，相信難度好高。除非商台採用非常手段去影響賽果，因為商台作風一向我行我素，評審基準好自我，好自成一格。佢話邊個紅就邊個紅，從來都好有自己一套。所以如果商台真係想捧邊個，賽果隨時可以好驚喜。大眾嘅眼睛始終係雪亮嘅，嚴明熙無瑕嘅現場唱功同埋對音樂嘅熱情，一步一腳印咁奠定咗自己作為新一代天后接班人嘅地位。而康提雖然手握頂級資源同家庭光環，但如果始終冇法脫離父母嘅保護傘，冇法用真正嘅現場實力說服觀眾，咁佢喺樂壇嘅位置，終究只能停留喺一個體驗生活嘅星二代。好快就知道嚴明熙可唔可以憑着強勁嘅氣勢一舉登頂，而康提可唔可以以佢獨特嘅唱功殺入各大樂壇頒獎禮，大家要拭目以待。今日嘅新聞就分享到呢度，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次再見。